標竿人生第17天，有所歸屬。我哋被造係要活喺群體當中，同人交往，建立家庭。我哋冇人能夠單靠自己去成就神嘅目的。聖經冇記載過任何離群獨居嘅聖徒，或者同其他信徒隔絕嘅隱士，因為聖經話我哋被安排喺一齊，係要我哋連結，要我哋一齊被建立，互相為肢體，彼此配合，讓我哋唔再獨自一人。所以先至有咗教會，而我哋必須要恢復同埋實踐聖經當中教會嘅真義。教會係一個活生生嘅生命體，而唔係一個組織。身體嘅器官要發揮功用，就需要同身體連接。對於作為基督身體一部分嘅你，亦都係咁。你被造係為咗你特別嘅任務，但係你如果冇同一個有生命嘅地方教會相連，你可能就會錯失人生嘅某種目的。當你同人交往交流嘅時候，你會漸漸發現自己生命嘅角色㗎。假如一個器官同身體分離，就會萎縮死去，絕對無法單獨存在。你亦都係咁。假使你同當地教會或者一個屬靈群體嘅生命血脈斷絕聯繫，你嘅屬靈生命亦都會枯萎消失。咁樣就係點解靈命倒退嘅第一個徵兆，就係不常參加聚會，唔同其他信徒聯繫。好可惜嘅係，大部分基督徒只係識得利用教會，但係唔去愛教會。聖經話，冇參與教會嘅基督徒就好似冇身體嘅器官，冇羊群嘅羊，冇屋企嘅細路仔。咁樣好大程度上係由於今日嘅文化強調獨立嘅個人主義，所以就造就咗好多屬靈嘅孤兒。但係喺呢一刻，我哋應該先問問自己，點解會需要教會呢一個屬靈嘅大家庭呢？最主要係當不同背景、種族、社會地位嘅人因着愛而聚埋一齊，成為神嘅大家庭，對於世界嚟講，會係一個強而有力嘅見證。獨自一個人唔係基督嘅身體，你需要同其他信徒一齊，先至係基督嘅身體啊！而教會同時亦都係我哋學習喺神嘅家中同人相處嘅課室，咁樣可以被比喻成為一所實驗室。我哋喺呢座實驗室裏面會學習唔自私，對人有同情心。作為一個參與其中嘅一員，你喺呢度學習關心其他人，同埋同人分享你嘅經驗。若果一個肢體受苦，所有肢體就一同受苦；若果一個肢體得榮耀，所有嘅肢體就分享佢嘅榮耀。所以我哋必須要經常同信徒交往，先至可以真正學習團契相交，並且體驗到彼此連結、互相扶持嘅呢一個真理。今日你對教會嘅投入程度足唔足夠呢？你又有冇盡力將迷途嘅呢一班羔羊揾返嚟呢？